30年前，人也出天阳，苏到戏台嘅分阳，太阳战红也有过好嘅成绩。那个天师出品嘅商人可以200万元，重新来制作人也出天师剧。27几年爱播出，今年先睇台北风流，潘苏英飞、陶阳同杨洋路又多，其中女主角齐丽文，一款系苏英过后，蛮多抛弃嘅歌唱，和感动到点目子。讲的是台湾叶上游同客家老主公吴林峰3万叶亚洲天后有奖的故事。客家电视台年度台戏年，咪喺台湾也阿东年代东汉的看到嘅台戏古装戏剧。冇表爱生人啊！嘿，表爱生人，佢自家要去講嘢定係做咩？演出一場吳林峰同本陽講話，為本佢嘅場面，每本體擺輕鬆精彩影片嘅亞洲演員看到動感痛。臨別的那一場，就是我不能帶他去的那一場，我真的覺得，我已經跟角色跟我自己分不開，壓力很大，因為就要從很小的時候演到年輕的時候，然後要用全客語演出，而且我每次來到這邊好像回娘家。那這次跟賴導合作，雖然短短的幾天，可是確實可以感覺到賴導魔戲的功力。講返。30年前，人也出天陽，受到大家歡迎，也係客家電視台準備3年，從事演戲協做電視劇，未有請成一筆金鐘獎嘅總三比做男主角，導演賴水池未強調，幾出戲都係投台灣資金呢。160年前，到台灣那片土地啊，亞洲啊，第一集亦都體有嘅故事啊，就係嗌吳林峰大家支持下戲哦。將一隻石圍牆長日串起咁搭進來，咁嗰啲比較有意義，因為佢一戲本身一個故事就發展喺苗栗嘅。3、2、1。所有嘅貴賓同演員蘇紅拿等些用戶，將沉實隨身嘅東西當以透明嘅容器度完成啟動儀式。未選擇也出戲劇，未會停定從社內用嘅營養嘅顏色，受到大家嘅歡迎。客新聞版權法議員推波圖。